一题我个人非常喜欢，我相信你们也会很喜欢。硬翘翘，我想就是形容一些就是成人产业的一些直挺，是直挺挺。好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汉语班享说。那我们今天一样来教大家一些课文字。那这一节主题呢是跟软硬的硬有关系，所以请大家先来做个自我介绍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很硬的诱人。好，哪部分呢？自己联想。好啦，我也是很硬，但我是脾气很硬，少惹我的娜娜大师。凶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CCY， 我就比较硬了，我就留给你们就好了。我害羞。你比这，答题节目组为本台口语团下家师，韩国本来宾同看那嘅用法同意思，演出題就第一份，上來問你係基本啲嘅漢語輕鬆咯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这次要学的呢5个跟硬有关的课文字。第一个，它就是那个意思了嘛？就一个啊，这已经是一个答案了，不是吗？就是硬啊，固执。我觉得对固执。我们来看一下提示物。哦，你说他固执吗？哎，我不得不说，这个节目虽然很健康，但还是稍微有一点成人哎。想将它这个提示的物品也会有点联想。请翻牌。一样，就是固执。一样。固执。靠，太没有感。这是什么提示？没有改。你们提示为什么要骗人？对，我想解释，我要听解释。那上面的那个形状有没有觉得很像脑袋？完全没。大脑啊。对不起，我想到是别的器官了，对不起。总之，它的意思就是形容个性非常的固执。客家人讲刚好。刚好。接着下来第二题，我们的硬字系列。硬喉。讲话，有口部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有找到那个？我知道了，心直口快那一类的。哇塞！讲话很大声，哎，你讲话很硬喉，哎，你小声一点好不好？就是你本人啊。对，就是我讲话太硬喉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提示物。哎，还有这个，哎，还有刀，而且是没切过的洋葱，切了洋葱伤了别人的心，所以别人会流眼泪。哎，你把刀插进别人的心，才华哎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讲话伤人心。很啰嗦哎，就是一样啊。公布答案，硬喉就是哽咽的意思。哽咽有哭也有哭哦。对，硬喉。接着下来第3题，硬虫，它跟交通有关吗？没有，没有关系。形容词。我就乱写啊。不然我们在录音室快一点。很过分吗？无助，我现在很阴沉。好，我觉得很不错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提示物。我觉得就是那个意思。请翻版。我刚刚也是想说，他说可以形容人，这个人就是让人家很吃力，他拿起来很吃力，可是或者是这个人让人家很吃力的话，就有一种他真的很难相处。哦，哎，也可以有这个感觉。对呀，你吃力的范围扩大太大了，你没有感觉到什么难相处哦。那我要公布答案了，它有2个意思。跟你的第一个答案是一样的哦。它的第一个意思呢，就是表示它这个东西，就像我们前面的哑铃，它很结实，它很坚硬坚固。第2个意思呢，就是形容人的身体硬朗，比较常用来形容老人家。刚场。接下来我们的第4题就是这个。脚筋硬，这种白话文的感觉。对啊，白话哎，可以直接作答了吧？那我们来看一下提示物。哎，什么啦？翅膀吗？天使。而且这个是不是袖子在背啦？我怎么觉得我是不是很难处理 ？You got it！ 有答案了吗？你有想到什么答案了吗？ You get it！ 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哦，翅膀硬。真的吗？那你翅膀硬了，就不用理我了。哎，你很聪明哎。妈妈卖小孩叛逆的感觉。维持凑近好了，我觉得他一直在诱导我们。好了，我要公布答案了。带着翅膀的人非常的拽，非常的骄傲。看我的嘴巴，我刚刚。脚筋硬就跟翅膀硬了的感觉有点像，就是人长大了之后，长辈就会说：“天哪，我现在讲的话你都没有在听了，你真的是脚筋在硬哎。”脚筋啊，脚筋啊。这一题我个人非常喜欢，我相信你们也会很喜欢。硬翘翘，硬翘，我想就是形容一些就是成人产业的一些越来越硬翘翘。
感觉翘翘这个字是有个循序渐进的，越来越硬。那说一下，猛就是猛，哦，猛，这个对，它很猛，很猛。好，那我们上一下提示。你看，等一下，就微博呀，真的是我想不到一个更好的答案。我觉得他故意误导。对啊，但我觉得这个比较是形容人，人家形容也不对啊。越来越硬啊。对，越来越硬。直挺硬，是直挺挺，好，公布答案，硬邦邦的意思。就很硬啊。怎么啦？硬邦邦是怎样？对，绿色的香蕉还不能吃，就是它是吃起来是刚 QQ 哎。刚 QQ 哎。好，那我公布一下今天的最高得分是诱人得2分。行业班上说，分享嚟到我嘅巴比巴，入邊有 coffee， 有 tea， 還有米。講一講行業，大家做啲客家人懂硬頸。講到硬頸呢，我嗬係肩頭當硬。鬼好用哦！今半夜我嚟教大家，行業同硬有關係嘅，題目就係硬殼。我請講到硬殼嘅人。就是翻譯講嘅固執無糖化，我也講嘅特別嘅春產白。佢大擺吼天盲講，有時要差一點我會講嘅，叫佢開始啲來現嘅。我唱歌咪會來現嘅呢。食菜哦，當硬殼我興起吼冇按樣嘅天盲講哦，做啲嘅來現嘅，硬殼所以冇做所以唔飽，連一霎時間哦，做攏幾啲比。硬殼，腳勁硬，仲係一下主持嘅時間，冇唔錯，哇！按你當書送嘅，不過我講嘅唔係來腳勁哦，腳勁硬意思就係講反義意思講，你翅膀硬了，你哈太啊，有自家意見嘅嗬，你腳勁硬嘅嗬，我也同你講法，一張你講熱。一隻耳講出，真經係腳勁硬嘅，腳勁硬，硬喉，硬喉嗬係喉連條一片，不過咩當我唱歌嘅哦，咩唔係講喉連條，更多嘅意思哦，硬喉去講，咁艱苦，想叫，要叫佢出來，出半夜我有隻朋友打電話俾我，係我脾氣，講佢失戀嘅。結果我點一筆無價筆，結果佢做硬喉嘅，我問佢做乜解呢？佢講因為唔掂到，我男朋友請好食咧無價筆，唔看還菜過，我咪調試嘅啦，硬喉。還有同硬有關係係硬腸，或者係硬腸咧，所以有人送嚟隻電路，唔看一隻竹籃。做到當硬腸哦，當場可以用當叫哦。我佢講我送嚟，變到我健康，當場冇嘛個適合咧。好彩，當聰明咧，佢係送嚟一隻西門人嘅酒酒，按樣用芭比嘅風格咩當場，按樣係咩當好看嚟啊？韓做咧講一三年，身體當好，當硬腸，唔過一三年。咩春產吧，硬腸，再搞太解機，硬 QQ 誒，哦，啲硬行好食呀哦，上嚟睇咧，你係咪想到強者翹起來？唔係啦，冇上嚟睇，啲強者哦係軟嘅，而家講嘅係硬嘅，就係芭蕾。我記得咯，芭蕾啱啱哦，行咗唔得咋，等過幾年咧吼，摘下來哦，看樣調誒，真下好食，硬 QQ 誒講嘅係芭蕾，按樣啲誒吼，硬 QQ 誒，好下課。我進得去嗎？我進得去嗎？可以。 You got it。有答案了嗎？你有想到什麼答案了嗎？ Get it。抽筋啊！我要抽筋，我剛剛是不是有可能要抽筋了？我剛很難穿，有沒有可能？有沒有可能？你抽筋，當你戴它的時候會抽筋。對，我剛才叫我們穿起來。